先生早安，您请坐。先生按坐，你请坐。先生按坐，你请坐。早安，我可以向您问路吗？安坐，我做的老二问路么？安坐，我做的老二问路么？没问题，请问您要去哪里呢？冇问题，请问你爱去哪位？冇问题，请问你爱去哪位？我想去东市客家文化园区。我想去东市客家文化园区。我想去东市客家文化园区。你怎么想去东市客家文化园区呢？你做乜解想去东市客家文化园区呢？你做乜解想去东市客家文化园区呢？我去过美浓了。我去过美浓嘞，我去过美浓嘞。客家人通常都很努力。客家人大部分当大兵，客家人大部分当大兵。东市人是不是也一样呢？东市人係唔係也窮人呢？東市人係唔係也窮人呢？是啊，你有聽過？係啊，你有聽過？係啊，你有聽過？吃不下三斤薑，不要嫁大毛鋪莊嗎？是唔落三斤薑，唔好嫁大毛鋪莊嘛？是唔落三斤薑，唔好嫁大毛鋪莊嘛？那是什麼意思啊？該係乜嘅意思？該係乜嘅意思？去看看你就知道。求娘娘求弟，求娘娘求弟。您是要從我們市政府這裡過去嗎？你係愛對我條市政府裡位過橋係嘛？你係愛對我條市政府裡位過橋係嘛？是的。係啊，係啊。您可以從這裡搭乘152號公車。你做得對裡位坐152號公車。你做得對裡位坐152號公車。到達豐原的永豐原紙廠站，坐到豐原街潤豐原紙廠站，坐到豐原街潤豐原紙廠站。下車後轉乘206號公車。下車後外攀坐206號公車。下車後外攀坐206號公車。至南平里站下車。到南平里站下車。到南平里站下車。再步行約10分鐘。再行大約10分鐘。再行大約10分鐘就可以抵達。就到嘞，就到嘞。聽說那裡很有特色是嗎？聽講該會當有特色，係麼？聽講該會當有特色，係麼？是的，東市客家文化園區是東市火車站舊站改建。係啊，東市客家文化園區係用東市火車頭舊站新起改。係啊，東市客家文化園區係用東市火車頭舊站新起改，將候車室改裝成陳列室，將候車室改造陳列室，將候車室改造陳列室，並保留舊車站旅客候車的長條座椅，並保留舊車頭旅客電車嘅長墊板，並保留舊車頭旅客電車嘅長墊板，很值得一看。當七等樣哦，當七等樣哦。哇，感覺很有意思誒。哇，去到當是唔是人呢？哇，去到當是唔是人呢？請問附近還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嗎？請問附近還有乜嘅好爽嘅位所麼？請問附近還有乜嘅好爽嘅位所麼？你去對地方了。你就來錯嘞呢？你就來錯嘞呢？園區後方是東風綠色走廊自行車道。園區後背係
东风绿色走廊吃香茶条，远去后背是东风绿色走廊吃香茶条。风景很美，还可以眺望远方客家山城。风景一讲，远远汉阳得到客家庄头。风景一讲，远远汉阳得到客家庄头。有空还可以去吃蜘蛛板呢。有汉做的口食辣卡饭呢，有汉做的口食辣卡饭呢。什么叫蜘蛛板？马嘎按到拉卡板，马嘎按到拉卡板。去吃吃看就知道了。口心养下求地嘞，口心养下求地嘞。太好了，那我现在就出发。很好，该离下爱就出发。很好，该离下爱就出发。请问公车站牌在哪个方向？창문公车查批朝你只方向。창문公车查批朝你只方向。请您先到市政府正门口，请你先到市政府正门大门口，请你先到市政府正门大门口。过马路步行到对面就是公车站牌。韩国大路道对面就是公车站，韩国大路道对面就是公车站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爱地嘞，是梦怡，爱地嘞，是梦怡。不客气，玩得愉快。唔是客气，上到挺乐哦。唔是客气，上到挺乐哦。